由台北采访报道。来看环保署对下晡2点开始，要来进行协和电厂改建更新计划第5摆的初审会议。虽然台电有提出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方案，也毋过环保团体嘛是批评讲会破坏当地海洋环境。下晡嘛有环保团体伫现场的抗议。咱就来看台语台记者郭碧坤、张玉瑞伫现场的采访报道。 记者这摆人伫咧环保署头前，今仔日环保署是进行4接环评第5摆初审会议，针对4接的方案，台电是提出4接东沙的方案，强调这个方案除了会使稳定供电以外，上重要的佫会使保护环境。不过有侪环保团体无安尼认为，因认为4接东沙的方案无像台电讲的会使保护环境，而且因认为台电有侪资料拢是咧乌白乱写，所以因到现场来抗议。咱来看因是安怎讲的。 今天的是环评小组第5次专案小组会议。那我们在会议之前的1个礼拜，我们看到了这次的台电所送出来的环评书件，然后所有的书件内容高达5046页。那我们非常仔细的把这5000多页全部阅读完了之后，我们得到了16个字的定性。这16个字分别是答非所问、避重就轻、自我矛盾、扭曲事实。那 我们有非常多的例子可以在这5000多页当中可以举出，但是我们也非常担心环评委员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一一阅读这5000多页，所以我们守护安畚山行动小组为了担心环评委员在环说书当中迷路，所以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份攻略秘籍，是希望能够提供给环评委员，让环评委员参考。环保团体表示，虽然台电提出4接东沙的方案，但是这个方案是换汤无换药，也是会破坏家人的海洋环境。因认为当地应该是爱转型做再生能源的电厂，无应该正做天然气的电厂。因呼吁审查委员应该要把持专业，退回方案，莫因为台电也有中央的政策来影响因的评估。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。咱继续来看。